今年 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，咱台湾伫67个国家当中排伫咧第8名，和去年比起来是退步2名。而且伫咧经济表现这部分，去年20名，今年是落到26名。不过，若是干那和这人口超过2000万的国家比，咱台湾是连续4年排世界第1，赢过中国、日本，甚至是美国。一年一摆的 IMD 世界竞争力年报10月公布上新的排名，伫67个受评比的国家内面，台湾对去年的第6名退步到今年的第8名，总之自2019年来连续5年的排名进步。引起讨论的是，经济表现是退步2名，落到世界第26名。主要还是因为我们23年的时候会遇到，就是全世界在做供应链的库存的调整。我们撇开半导体之外的其他行业来看，其实去年的整个状况一直不是特别理想。那联动的就是像国际贸易这个部分来看的话，我们也从45退后不到48名左右。这2个因素联动起来之后，就让我们的经济表现从20到26下降下来了。国发会指出讲，经济表现会落落去，主要是因为去年全球高通膨和高利率环境造成终端需求疲弱，过来制造业持续调整库存，冲击出口的表现，加上厂商投资动能嘛转较保守。另外，第一政府效能的部分是对去年的第6名落到第8名。不过，若是以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族群内面，台湾是连续4年拢是世界第1，全球排名是赢过美、中、日、韩。在签署对外的这些贸易上面，其实都面临比较不顺的情形，这是第一个不利的风险。但是反过来讲，过去的几年的这种重点产业投资上来看，包含像半导体，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科技产业，我们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你很难替代的那个地位。专家建议讲，台湾爱更较积极对外来签新的贸易协定，嘛要保持亲像半导体这产业的领先地位，才当稳固台湾伫世界竞争内面的优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